自细汉饲过袂少野猫，想尾仔迄摆饲的野猫阿咪，互我记忆上深，心肝上艰苦。自迄摆了后，就无搁饲啊。阿咪是90年代迄较早仔有一日，伫阮兜灶骹后尾门外口遐喵喵叫，我听着随开门伸头出去看，看到3只猫仔坐伫远远的所在，甲我相对上。我脚一伸出去，迄3只猫仔就爬起来咯，走哪飞咧？对着时代的改变，人甲人的情分愈来愈生分，猫仔嘛共款。较早的猫仔，只要用食的物件甲城，凊彩话休就来，安怎甲摸拢无要紧。即摆的猫仔对人有真大的尊意甲戒心，要甲休来还有一块撇步。我摕几块鱼仔，先等远远互因食，因食煞才搁等一块，愈等离我愈近。因哪食哪注意我的动静，落尾迄块伫我的骹边，有一只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冲过来咬我骹边迄块。我嘛趁即时阵出手甲头摸，迄只就是阿咪。就安尼，我甲阿咪的缘分开始啊。阿咪自我交摸迄摆了后，就甲我愈来愈亲，2-3工就来找我讨食，伫我的骹边软来软去，甲我塞奶。有一段时间煞看无阿咪的影，休嘛休无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一直到有一日下晡，我咧煮暗顿，听到阿咪叫甲足急的声，亲像叫我紧出去。我一出去，阿咪就爬起来走，哪走哪回头看我，有时阁会冻点来等我。落尾啊，停伫水沟仔边，对沟仔底硬叫。我挖起甲看，哇，4只亲像一球一球的碰洗的猫仔囝，伫水沟仔底咧屁屁喘。我紧甲猫仔囝扶起来，阁用布甲拭互干，刷落来阁摕旧衫裤住伫家人仔内底，甲因做一个舒适的秀。这4只猫仔囝真正有够古锥，我欢喜甲叫阮姊夫来看。雄雄想着袂使互亲份人来看，若无鸟某会甲猫仔囝赶走。想着的时已经袂赴啊。过整工猫仔拢无去啊，就安尼有足久的时间无看到阿咪的影。有一日下晡，我共款咧煮暗顿，听到外口有铁链仔拖拖的声音，开门一看，我的目屎强要流落来。阿咪坐伫遐用悲伤的眼神看我，伊的一只前骹互铁虎压掉的，骨头已经互压断去，敢若春皮黏的伫遐喊来喊去，面顶阁有虫伫遐扫来扫去。我赶紧甲铁虎绑落来，阁送伊去动物病院互医生看。静养一段时间了后，就会当爬起来行。谁知影天压着雨，煞去着颱风，就安尼规身躯袂顶袂动。厝内的事大，足气猫仔死伫厝内，爱我甲送走。果不其然，我只好甲阿咪安搭伫附近的竹林边，逐工去甲饲。过无偌久，线外竹林的主人来赶，阁看到狗遐，甲阿咪爬甲规身躯。我实在毋甘阿咪阁再受苦，斟酌考虑了后，我决定送阿咪去病院，互伊无痛苦来离开。我目屎干咧，哪甲阿咪摸头，哪甲讲：阿咪，我要送你走啊！希望后世你会当投胎去好的所在，过好的日子。阿咪亲像听有我的话，对我轻轻啊喵一声，亲像咧讲多谢。目睭捏一下，亲像爱我免操烦。阿咪对我的信任，甲阮之间的斗搭，亲像亲人共款。20外冬过去啊，伊的眼神，伊的形影，一直活伫我的心内。